斯拜利，大家好，我是药品食品学院的陶岩。斯拜利，大家好，我是护理学院的常德娜。我们是来自老挝的留学生。1年多来，我们从心怀忐忑到自信从容。1年多来，我们从医药新人到医药新秀，都是我们的老师在谆谆教导和辛勤付出。我的老师胸怀天下，以文化人让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遨游。我的老师在宽以严谨，师则如光，让我在手把手带教中领悟奇华之术。百年川康的文化厚种，点燃了我对医学的向往。其为师范优秀的老师引导着我对知识的渴求。我惊叹于川康的悠久历史和傲人成绩。我感恩于老师的乐教爱生和无私奉献。在这里，我想和大美川康做个约定，我会把川康的精神带回我的家乡。在这里，我想和京师人士做一个约定，我会把你们的知识和技能带回我的家乡。我想说，川康，我爱你。我想说，老师辛苦了。川康，我爱你，老师辛苦了。